OK，2018年第22條題目就話喺個 figure 入邊 A、B、C、D 係個圓形，咁然後 A、D 同埋 B、C 就 produce 即係向後褪啦，咁啊褪到去 E 點相交，咁 is given that B-D 等於 DE、BAC 等於66度，同埋 A-B-D 等於30度，咁就要你揾 angle CED，即係呢一隻。咁我哋將 CED mark 做 theta 先，咁因為呢兩條邊一樣啦，咁所以呢兩隻角一樣都係 theta。咁然後我哋將 C 同 D 連埋一齊，咁呢一隻就等於66度，呢一隻就等於30，咁因為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。咁同樣道理又係因為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，咁所以呢一隻係 theta。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咧，其實 AC 同埋 EC 係相同長度嘅。然後啦，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，因為 exterior angle of cyclic quadrilateral 等於 interior opposite angle，咁所以呢一隻咧其實等於66加 theta。咁我哋考慮呢一個三角形啦，咁因為三角形內角總和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咧 theta 加 theta 加30度加66加 theta 等於180，咁3 theta 就等於84度，咁 theta 就等於28度，所以答案就係 B 啦。